关心地方首长选举的部分，你看到新票样哦。虽然民进党也未正式提名，但是看这个办势啊，由伊来代表民进党来选台北市长啦，应该是差不多啊啦吼。刷落来咧，线看到伊连续2礼拜去甲因兜附近的所在来去拜庙啦，甲民众来博感情。看完台北市，咱来看新北市。李树川即马是拿被强住了后啊，所以这个新北市长的选举嘛，正式变作拿的甲力的来拼看卖啊。台北市立法委员沈博阳，民进党立委沈伯阳无听到庙方政员咧个叫，边啊当值议员柯淑华赶紧甲提醒。沈伯阳代表林爷出来参选台北市长的代志，已经是10分占9分高。那祝我们台北市平安。幸福发大财！连续2个拜6礼拜，拢当会到老厝上山拜庙过条瓦卡。伊到电话时，庙方佮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前甲称呼。如今，伊对市政也有进一步的规划。政策整体都是一个生态系，其实育儿政策也是。你今天要让有更多的时间育儿，更多的时间能够照顾小孩，你一定需要好的劳工政策，你也需要好的交通政策啊。你的交通越不阻塞，你才越多时间可以做陪伴嘛。看来由新北用出线，应该是走未去，也就是讲，林爷相帮的选项差不多拢已经决定了。同款带家囝拜票，苏卡辉继续强化家己少年有活力的形象。是讲进前，若被新北的民调出炉，李树川本地烦恼超级爱民调，国民党未占优势，想袂到结果拢比苏卡辉较悬。我苏巧慧就是一个真正在地，已经准备了10年，最能够整合各种专业、具有协调力并且执行力的市长候选人。看起来。虽然是所谓的老，但是是累积了相当好的经验，也是一个经验的代表。如今李树川加做南北强主，民调做出来了后，伊敢若也更较有信心，人家赶快来到县庄参加母亲节的活动。相帮的选项，无论敢有正式提名，拢已经刷卡洗手，积极备战，要伫北台湾争取胜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